5分钟。5分钟哦，那我们贝斯手啊，他是我们本团的主持人。主持人啊，他可以模仿很多，他可以模仿阿给达，模仿诸葛亮，然后他的本领就是讲笑话。我们竟然还有5分钟时间，我们就让他讲个笑话好不好？是给我讲笑话。来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老王有一天过世了，他到了这个地狱去，哦，到地狱就要被审判，你这辈子哦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那地狱有个规则就是，如果你这辈子哦非常的花心，你就要开很烂的车。那反之就是如果你都非常专情，你就可以开非常好的车。啊，于是呢，老王他就是这个次呢，开了他这辈子都非常的专情，所以他就开了宾士。哦，地府对宾士开了宾士在地府开啊，晃啊，很开心。这个有一天呢，阎罗王就是来巡逻啦，看到奇怪，为什么老王哭在那边啊，在那喊呢？为什么要底下耶？我都给你开那么好的车，为什么你搁底下在哭，一直哭？老王就说了，我就看到阮某骑脚踏车遐行过啊。我们只有5分钟，还要这样吗？我刚刚这个笑话很好笑，很好笑，现场我有听到。我们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不用这样哦。他讲的笑话不好笑就要跳舞。所以你刚刚算是怎样？有人跟你笑，有人笑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找小乐生。钱很难赚的。好，钱很难赚。贝斯手不好当。以后小朋友玩团以后不要当贝斯手。对啊。卖打一群。你看他那么帅，我就要在那边爬。是啊。好，不多说，最后一首歌，最近那个李建龙的事情。有什么好事？他不是上那个阿帕奇，昨天也开放。结果大家只能在外面看而已，不能进去。你说这气不气人？很气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蛮。所以我们当男生的朋友啊，找女朋友的时候，一定要找温柔贤淑，真的。又顾家。看看你旁边的女生朋友好不好？不是，看看你现在身边的女生朋友，她们就是你幸福的另一半。所以我们找女朋友一定要好好找，不能攀高，不能越级打怪。我们不是剩5分钟吗？这首歌就是写给在讲这件事情，不要越级打怪，不要插我的话。这首歌叫做《拜龙啊》。你再补不回啊！嘿哈！
贝斯手秀明啊。谢谢各位，我们是我要下啦，还有默契。